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来今日来研究一下算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那汉文号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台湾话两音啦，分汉文音甲白话音啦。今日国情吼来讲一个较假的啦，讲一个多数的，讲有做5啦。讲到这个5吼，汉文音就是5。啊5表示多数呢。你像讲真济8啊、5啊，你咧看电视的时候吼，唔免国情说明，你就已经踮电视边咧甲家己细细啊讲啊，讲5汉文音啦，5白话音啦。啊，国情我若要讲吼，才会8啊、5啊听，你吼就爱食较青草咧，每一日过活较快乐咧，因为少年的时阵拍拼，食老顾名声，日子当然爱过活清闲。毋则台湾有一句话咧讲，食3餐5味，这个5味毋是讲5种气味哦，就是咧讲吼。形形色色、青草的料理拢总来，所以这个5表示讲多数。食3餐5味，尽量食青草，尽量食欢喜。啊，当然，这时代你健康原来爱顾，所以固定爱抽血就爱抽血，固定爱检查就爱检查。啊，讲到这个5味，汉文音读5表示多数。国情搁另外一句话，简单社会定人来讲，讲叫做5色人。5色人毋是讲美国人、日本人、台湾人、北京人、黄种人、黑人，毋是。5色人就是讲社会上各种的人拢总有，毋是干那5啦，这表示多数啦。所以有君主、有小人、有好人、有歹人、有皇帝、有奸臣、有做官、有做贼的，社会5色人拢总有。啊，毋则这个5，有的人吼捌甲我相争，讲吼社会一句话就是咧讲5花10色，啊若10读白话音讲10。敢毋是头前迄个原来讲5花10色，无咯。你去甲听啥物人讲5花10色？流行歌、台语歌拢嘛咧唱5花10色，因为这个5讲汉文音就是表示多数。啊，讲到这个5色人，我才想到演艺界我一个长辈，原来播音员或者阿国啊，伊甲我同国的啦吼。伊甲我讲因婚姻关海口遐流行一句话，讲半暝半点字字，讲叫做长5色情。哦，这句我本来毋捌听，结果今年学了，我才落去研究。原来同款5色就是表示形形色色，啥物声就拢总无啊，安尼叫做长5色情，有趣味啦吼。台湾话这个5，单纯讲5讲汉文音，要来表示大多数，算袂了，算袂尽。安尼5色也好，5味也好，应用落去，咱就了解台湾的艺术深色的所在。